分享这个主题叫做生命树的报赏，吼。咱若是顶礼拜有来聚会，也是参加转顶礼拜，咱属实顶礼拜甲今仔日咱是两段合作会，一则经一段主题经文，要来领受这个真要紧的启示，真要紧的教示。咱顶礼拜呢是对1节到7节，头前段咱已经分享过这个使徒约翰写批互以弗所教会所甲因学老的事，所甲因责备的事，后壁面有学老有责备，到底目的是为着甚物呢？今仔日是咱所要分享的主题，但是为着要互咱安尼会当连贯落去吼，小等下咱能够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啦吼。咱若注意看这个经战吼，伊讲要责备的是责备甚物？讲以弗所教会恁放杀恁当初的疼心啦，然后讲恁来悔改。做恁当初所做的工作，所以表示讲，因毋是毋捌做过，是做过，慢慢又搁冷去慢慢又搁洗去慢慢又搁无注意去讲若无吼，什么款的刑罚呢？嘛毋是讲刑罚啦，是讲我会去你遐，甲你的灯台对原位刷开。灯台是一个上帝宝座的记号，是一个上帝教会的代表。若刷去就是讲你有空的教会的名吼，根本都我无伫遐就对啦。所以这个看起来较像一个位置的刷位，毋过重要是真大上帝的这个处罚就对啦，也是讲一个上帝的这个对因的这种的提醒安尼。但伊有个学了伊有所教的讲，恁怨恨尼哥拉党的作为，咱顶礼拜有小可提起吼，就是讲伫教会内的一种安尼。异端也好，一种偏离耶稣基督的真理也好，拢是安尼。但后面这句话就是今仔日的主题啦吼。伊讲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这教会讲的话。尼这句话有一个暗号啦吼。遐尼少的，咱送无耳孔吼。尼意思讲有耳孔就表示什么？所有的人所以毋是干那为着讲着以弗所尔，对无？有耳孔拢着听哦，是啥物听？毋是听夏牧师的声，毋是听长老的声，是听什物？圣神啦。所以约翰写这张批，目标是以弗所无毋对，指出因原来的这不足错误，嘛有恶老，但是伊讲若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这教会讲的话。咱拢知影，咱伫这社会讲，啥你都爱读册。讲你都爱听一寡安尼有智慧人讲的话，意思是毋是讲我读册就考几分安尼足够？毋是啦，是讲你会当因为别人的智慧、别人的经验、别人互你迄个教训，你毋免经过，你家己就会当对遐得到学习。那避免你家己拄着的时阵你搁错误一解，你搁行咧烂落一解，毋免啦。知影讲人当初人有讲过讲安尼毋通。所以咱讲爱对时代、对长辈，因行过的路，咱听因的声，所以咱就会晓即通闪避遐个无必要的错误。然后最后一句就是咱今仔日的主题讲，得胜的人，我要互伊食上帝乐园中迄丛活命树的果子。得胜的人，来，得胜的人表示讲有照上帝话去行的人，然后我要互伊食。是食倒去上帝乐园，就是爱天龙迄丛活命树的果子。你就是才会伫人生的追求的中间，你经过的路站，当你伫主的内面来得胜的时阵，你会倒转去原来上帝创造人迄个上美好的状态。活命树的果子，你有得到。后壁面今年，咱小等会做一个分享，就是讲得到智慧的活命树，互因的祝福啦吼。咱也有看到顶礼拜所读的，咱小等会做伙来复习吼。当咱拄则有讲起顶礼拜，咱有头前段来讲到使徒约翰，咱较早拢讲较侪拢是使徒保罗的批嘛。这个启示录是约翰使徒约翰所写这段是咧讲以弗所教会，但以弗所教会伫倒位呢？咱最近因为这个
迄个土耳其啊，搁参叙利亚发生地动，所以大家拢真注意即个所在。我特别用迄个红色甲画一个画画遐就是伫即个以弗所即个所在。咱较正边青色的遐，就是咱也真熟的一间教会，叫做什物安提阿啦即边呢地动较严重的是伫安提阿迄个区域。较外海即边以弗所以弗所事实就是爱琴海，面对爱琴海一个大都市。北边顶悬就是咱今仔日土耳其出名诶，嘛毋是首都啦，上大诶都市叫做伊斯坦堡。即拢是历史真悠久文化足丰富诶所在。所以当时以弗所即间教会，伫当时来讲是真出名所以即个地理位置，互咱看。现在以弗所因为古早时代教会的一寡位置拢还佫留条诶，土耳其为着要趁外汇啦所以就安尼甲遐个古早遐留落来，罗马时代的遐个古迹拢甲恢复起来。毋若是恢复，伊都要拜托世界足侪爱古迹的人，特别基督徒奉献啦，现金来互因整理就对这是你看，因当初是2000年前的图书馆比咱现在无较输啦即个所在下面有几若个像内面是咧讲真理内面是真理安尼。我会记得20几年前，咱有几若个牧师嘛做伙去参观即个城市，即个古城就对即拢是迄个古城迄个门这是你看，从古早也无音响的时代，人就做甲遮尔水的迄个剧场所以徛伫中表演唱歌所有的人拢听了会真清楚。所以古早人的技术虽然无电子技术，但是因为迄个空间的技术会当互真侪人伫迄个所在来看见遮个表演这是较近的遮个拢是代理借落去摆，所以2000当要伫咧这个是以弗所城内底有传说讲，这个是玛利亚玛利亚呢，因为迄个耶稣受苦钉死了伊有交代约翰讲，这是你的老母所以约翰后来传说的就对啦，讲带伊逃闪来到以弗所伫这个所在一间厝去纪念玛利亚我想讲，就是伊当时逃走闪避的所在就对啦这是你看伊的规个罗马时代的城市迄个条虽然已经顶悬的塔已经放落去但是迄个条你就知影讲，当时的规模是遐尼水遐尼大当时即张图嘛足出名导游拢会问讲中央一空迄啥货安尼原来2000年前就有迄落安尼抽水马桶安尼迄个时代你看迄个罗马人偌尔享受即个所在是安怎呢？有迄个洗手间毋过嘛是一个迄个蒸汽的浴室就对啦所以当时的军官啦，罗马人享受真好的享受就对咱遐尼即位，所以咱知影讲伫咱看见的遮个即个城市，你就知影讲哇，河顶水，河顶大即个城市是安那会互约翰写批互因头一间的教会就是伫迄个所在安尼感谢主，咱是通过即个图，互咱小可较有一个概念就对啦。咱顶礼拜有讲起约翰甲以弗所教会学落的所在，佫有甲伊责备的所在，咱佫做一个复习。第一，就是讲因行为真正直，真温驯工作，熬吞论。第二是对做歹的人无容忍，真严格无伫遐安尼和稀泥就对啦。第三是帮忙即个咱刚刚跳袂过来。第三是因真严格来实践真理严格实践真理，用智慧清除遮异端所以遮就是讲教会有一个制度，逐项做了，照一般的眼光来看是真合理真应该有耐心，为着主的缘故经历足侪患难
啊无退软，啊无伫迄个所在救起安尼，啊，佫有二章六十讲，万分遐尼哥拉党所作所为，表示即间教会为着维持因的特殊，维持伊的真理信仰，逐项拢做啊真够、真周至。啊，毋过啊，约翰甲因责备讲，失去对当初的疼心。迄个教会兄弟姊妹，大家迄个和谐美好的团契嘛失去啊。啊，有时吼，咱讲超了伤过去就对啦吼。啊，为着消灭异端，甲迄个疼心拢扼杀去啊。有像咱一般社会讲的一句话讲啊，宁可错杀100，嘛无愿意留去一个。哇，遐个无辜的人拢受害啊！啊，这是咱顶礼拜分享的主题的内容。啊，到底有所教会对约翰所对因的指导，互咱什么款信仰的这个生产呢？吼啊，伊大概有这几项，就是讲，咱爱常常提醒咱的教会，咱福强教会已经47年久嘛拢有伊的历史，久嘛有伊的制度，有伊的习惯，有伊的传统。啊，到底这个物件是前人好的流传，啊，咱照安尼行。但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啊有下无？有会当造就咱无？会当帮助咱无？啊是讲啊，咱着照安尼行吼，安尼咱讲照迄个规矩吼，啊有情理，啊无拍情理安尼。啊，所以咱第一就是讲，教会历史愈久，制度愈僵化，啊无愿意改变。啊，所以咱有去省察着讲，啊，咱是毋是真注重制度、仪式、规矩，但是失去迄个教会上重要的生命养分，就是疼心。意思讲，有时宁可有一寡安尼无遐尼啊严，但是用疼心来化解。比讲你用严格排除，有一寡人因安尼来啊拄着伤害。还是讲有人拄着安尼袂当领受到迄个救恩，安尼到底是倒一项较重要？特殊真重要，但是因为安尼有侪人，因为安尼来失去迄个信仰的即个养分甲疼，安尼倒一项较重要？伊咧讲的是这。第二啊，尼古拉党的效应甲危机，甲世界妥协啊，就是用教会的迄个基督教的上。迄个核心的真理啊，煞甲滥用，就是讲，应先举一支大刀，四过扑就对啦吼。哇，开喙合喙就讲，啊，圣经就安尼讲，所以恁就袂使安怎啊？规个到底吼，有一寡人伫毋知的错误中间，你嘛安尼甲刑罚落去，啊，这是咧讲着咱看见尼古拉党吼，伊效应甲危机。啊，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毋拄好，亲像尼古拉党安尼，为着应付社会的习俗，为着应付社会的即个。啊，即个风气，啊，咱就对社会，啊，怎甲上帝的真理怎甲放一边啦吼？啊，社会都安尼，咱嘛对安尼一直妥协去安尼，这嘛袂使。第三，就是信徒加入教会愈久，啊，原始的热情拢感动拢失去。咱都爱常常提醒家己，到底我以早安尼，啊，我现在是毋是有改变？有是因为久啊，啊，怎习惯去啊？所以。今仔日要甲咱三个学习讲，咱要安怎倒转来伫信仰原来的起初的疼，就是伫咱信仰甲灵性的恢复啦，就是第2章50今仔日的主题经文吼。所以安尼讲，所以就会记你对倒位对落，你伫倒位对落，就悔改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安尼表示讲，原来你有啦。但真失去啊！毋知什么原因，是世间的事甲你颠叛，还是你拄着什么款的伤害啊？互人甲你安尼伤着，啊你怎无爱？有真侪兄弟姊妹初信的心真热心，但是吼无装备要好啦。啊有人吼毋知影安尼开嘴甲你讲一句较无好的话，啊你就讲啊无睬我做甲安尼吼，啊佫互你嫌啊无爱啊啦，无爱啦。我会记得。牧师伫即个讲台顶有捌讲过一句话，咱真侪人吼重视人的看法，啊，毋过吼也无在意上帝安怎讲。意思讲，足侪人跋倒，足侪人离开教会啊，拢毋是讲对上帝失去信心啊，是对人失去信心。
啊，你表示啥物？迄个上重要，你无持守，啊，人小可讲一个话吼，哦，啊，你挡袂牢，因为人吼足侪，特别是传统的迄个较属于安尼，较毋是都市内的教会，大家会友拢足实在的，迄种较庄卡型，还是讲大家家族啊，拢伫即个所在聚会。真侪人无爱来教会，是讲因为啊，若迄个来，我都无爱来。看到你，我就先安尼。吼，啊，你看到伊就先，啊，看上帝嘛先呢。安尼到底是你趁着倒位啊？你失去倒位拢无咧注意啊？啊，这毋是牧师吼，调工要加讲车，是圣经慢慢明明讲，咱毋通因为因噎废食啦，毋通因为个人家己的软正，煞失去上帝的恩典，这是咱真重要的常事。啊，所以讲你都爱会记得你对倒位倒位了，就悔改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啊，若无吼，迄个金灯台刷开，到底安尼你失去的啊是何等的大？你得到的无济，啊失去遐尼大，安尼敢会好？啊，何况有时你会家己感觉讲足怨叹，讲上帝啊，我为着你做遐多，啊煞到尾好像一点仔报酬拢无，安尼毋是足落去的吗？啊，这是咱对遮经节吼，用咱的话来讲是即款的气氛就对啦吼。啊，所以约翰安怎甲提醒？咱能对遮来省察咱家己，省察咱家己的教会。第一，回想你当初伫倒位踏落的对落的，回忆迄个上起初上水的信仰甲心灵的感动啊。回忆爱记得当初是甚物感动你的？迄个原起初的感动，你也有保守无？你也有持守无？啊，这是真重要，因为咱入来教会愈学习愈接触是愈多嘛。啊，你一个做无用到一个程度吼，比如讲有兄弟足热心服侍，服侍到最后吼，伊来教会就是讲我要做这做迄做迄啊，这2、3、4、5一直做去，做到最后啊，连你甲上帝见面啊要单纯安静祈祷的时间拢无。啊，这嘛是咱上容易犯的错误，特别是骨力的人哦，认真的人，所以迄个偏差煞伫你不知不觉中间来消失去。第二，啊，咱先看，就是讲会记得什么呢？初信的时，你甲上帝真亲近，有心灵的感动，你即款的也有伫咧无？会记得传福音带人归主，迄个喜乐甲满足，啊，你还有继续无？会记得追求迄个上起初真纯真的感觉甲美感。咱一个对照来思考，我是讲用一个例来，互咱想讲啥，迄原始的是偌好啦。咱真侪兄弟姊妹拢有即款的感觉。你会想要转去故乡，有影迄个景物真好，但是上侪人所想的是讲，哇，转去厝哦，老母煮的物件吼，较安怎煮都好食吼。其实吼。迄毋是真正遐厉害啦，老母毋是世间上高的总破师啦，是你对细汉食老母所煮的，你迄个味觉已经记伫你的脑海中，也是讲记伫你的整个基因内底哈。吼，别人煮的迄味拢无像老母煮的味，啊，就是种真趣味的连结嘛。迄是你原起初啊，你对老母的疼。所引起伊煮的物件，你感觉感谢，特别是离开愈久，啊，就愈想念故乡啊，老母桌顶的口感甲香味嘛。啊，你嘛会想着讲啊，遮久吼，毋捌甲囡仔伴吼，较早做伙耍，做伙读册，迄阵囡仔，我嘛足爱佮甲伊见面，是因为咱迄个原起初的感动，会塑造你的一个性格。啊，若爱来比较就是讲，当初时上帝呼召你来信主。啊！你来伫教会受造就迄段，上帝安怎互你的应允？啊，咱就爱搁倒转去啦吼。啊，而且知影讲这是上起初原始单纯的能量。啊，你的回忆吼，你的回忆会互你重新搁倒伫迄个轨道内底。什么意思咧？讲你原起初迄个动力伫咧，啊，你搁倒转去，你会感觉讲会重新着开力。所以真侪人讲我转去故乡行行看看。也无特别什物代志啦，也无什物任务啦，但是都行行踅踅，看到遮亲情朋友，看了，你感觉好像规个人的迄个真实感过来啊！我咧讲起着一个
咱今年可能兄弟吼，你厝里有第四代的吼，会看见一出电影叫做周星驰的《功夫》，有人毋捌看过无？有人毋捌看过？我知影新闻报讲吼，这是咱台湾的电视台重播率上悬的一出电影。反正你若凊彩甲开了电视，拢有就对啦吼，伫咧电影台啊吼。但我要讲，毋是要讲这个故事，这因为啊，伊这个周星驰的足够编吼，编甲互人感觉真趣味就对啦。反正吼，会晓看不晓看，拢感觉真趣味啦。但是我要讲的是讲，这电影内底有一个元素，咱去遐注意啊吼。这周星驰家己主演对毋对？啊，伊少年时代就是做歹，啊，得要去加入什么党安尼吼。但是到最后，先啊会改变，因为伊看见伊囡仔伴迄个查某囡仔，迄个古水的查某囡仔，伊当初时是为着要救即个，还是讲要帮衬即个查某囡仔吼，啊，互遐歹囡仔拍甲，互伊安尼愤世嫉俗，就准备要做歹，要来报复就对。但是当伊看见当初时迄个囡仔，啊，伊要甲帮衬的缘起初的初心就对啦，啊，毋是后来佫倒转来吼，啊，变做来主持公义正义的一个溃烂吼。即个改变初心的溃烂，是因为伊对细汉迄个原来要救即个细囝，吼，即个查某囡仔，啊，即个查某囡仔摕一支棒棒糖，吼，毋知你有看过有印象？若有机会吼，电影甲开了，拢做定来咧做就对啦。啊，我意思是讲，咱基督徒是毋是有时吼？当初时，你的理想，你当初时会想要拍拼的对象，现在完全失去。可能社会真无用啊，真侪人情世事，互你失去原来迄个起初的疼。啊，这是电影，互咱一个提醒就对了吼。第二，爱悔改，勇敢承认原生的错误是家己造成的。咱真侪人啊，错误拢就发生嘛。但是哦，你拢想讲啊，迄拢别人影响的，别人安怎拢互你害啦吼。那么，即个社会害你，就是啥物人害你，啊，无就顶死害你安尼，啊害的到最后你上吊，啊上吊吼，啊失败啦上艰苦。约翰甲咱提醒讲，毋免怪别人，你错误你都会家己改，承认家己所造成的。迄家己吼，人讲对家己开刀是足艰苦的，但是迄是治疗上好的，对不对？你要健康，你要恢复，就对家己。啊，咱知影讲现在3C用品，大家用啊，安尼差不多变做随身的就对啦。咱手机有软体升级呢，电脑爱升级，啊无足侪病毒，足侪啊无好的软体吼，啊你用了卡啊袂好势，啊你当然爱有时人爱重新更新吼，啊搁下载，搁增加恢复。好像是咱在做啥物工作，有时咱做了一个惯势，咱煞袂记得原来的程序是啥物，啊这是咱啊真重要，就是讲对。就这段圣经才互咱的学习啦吼，所以咱讲悔改的难题是啥物？家己承认家己的失败，而且承担你的责任。第三，重要是讲爱恢复当初迄个疼心的行为。咱知影讲悔改就带来动力，改变现在的思考，定顺行出咱拄则圣经互咱讲迄个起初所行的事，起初所行的事。所以兄弟姊妹。你有想着讲，伫你的人生过程到现今，无论是几十岁，你有伫原来迄个上基础的疼，啊，像你当初原来迄个心意，到底离你现在偌远啦？信仰的一项事，你人生的目标嘛是一项事，你安怎互伊倒转来原始的疼？若要讲是讲，是倒来是上帝原来呼召你的目的。上帝爱你做甚物，你有失去啊无？啊，是你已经啊，互现在诶社会所束缚去啊，你身不由己啊，啊，你无法度通脱出啊，你是毋是有亲像约翰所甲咱提醒讲，我爱重新再来，悔改，我会记得顶无偌久有讲起着这事，悔改毋是讲啊，我去做些歹代志啊，互人掠去关，毋像迄种悔改啦，悔就是讲啊，我即个毋对，我会顶来，像实验吼。做实业的人，敢有人讲，哎哟，顶摆我做毋对啊，足见笑的，无啦。毋对就是养分嘛，后摆我就袂阁犯定另外一摆的错误嘛。咱的教会逐年拢会办迄个啊，叫做迄个幸福小组。
啊，真侪小组同工，大家努力啊拍拼到尾开成成果无啥照原来期待哦。啊，大家来检讨讲，当初是安怎，倒一项啊无好势，拢有真侪，迄叫做互你重新再起的困难。所以失败，你安怎甲看？是打击你的信心，打击你的迄个动力呢？还是讲真做一个你后摆毋免阁犯错误的一个成绩甲养分，这是真重要。啊，所以咱倒转去原来起初的行为真要紧。起初所行的事，就是起初的疼甲感动。起初所行的事是倒转来灵修祈祷，迄个习惯的恢复，毋通互社会足侪迄个习俗甲你束缚去，啊，你怎失去安尼？第四项是，你要接受圣神住伫你内底。接受圣神的管束，这是顶礼拜咱读的罗马书第8章第9节所甲咱提醒，就是养成美好属灵的习惯，好的基督徒就对了。你会当有真侪理想、真侪好的想法，有真侪上帝互你的灵感吼。但是你有一个原则，就是讲圣神啊，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所爱行的这些事，是毋是合你的旨意？欢喜接受圣神的提醒，就亲像保罗吼，伫使徒行传内底有真侪所在，保罗拢讲，因为圣神毋准，圣神毋准。啊，圣神敢有真正一句话就甲你讲毋准呢？是伊甲上帝的关系真亲，伊体会到上帝互伊的提醒，讲安尼毋准，甚至要去到马其顿传福音，嘛是圣神甲引出来。啊，这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属灵。你若无常常甲主亲近吼，你就听袂出一句话什么意思啦。因为你互圣神住伫内底，常常会互你提醒。甚至有个人吼，会做准备要出门啊吼，伊心内感觉讲怪怪咧，好像心无平安吼。你想讲这个人遐敏感吼，到底是咧想啥呢？但是伊知影讲这圣神的声，哇，这真奇妙。啊，咱毋知的人甲笑讲，哎哟，啊你是安尼有诶无诶想遐济？迄就是讲你的层次的问题啦。遐尼即位，咱顶礼拜初太十经节吼，安尼讲，既然上帝的神有踮伫恁内面，恁就毋是属本性，是属圣神。有圣神伫咱内面吼，咱就无家己的本性，咱家己的有限，迄个知识有限啦。伊讲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啊，这是何等大的提醒！咱常常爱伫主的面前，甲主祈祷讲主啊。我虽然捌你无够深，但是求圣神提醒我，用无共款的方式，有诶属灵性真深的人，伊真敏锐啦。但是有诶人可能无法度。毋过你甲主讲主啊，若是我有啥物失错，有啥物款的做法有啥毋对，求你通过无共款的启示来引出我，甚至伊会叫你上好的朋友，也是你边仔亲人，你的时代来甲你提醒。啊，这是咱做基督徒的人才感受会到的。讲啊，你安尼敢会是逐项拢安尼无主张无拍算？事实毋是啦，是因为你知影，迄个圣神知影你的上好的是啥物，爱做的是啥物。因为安尼，咱这四项一个恢复，然后上重要是讲要领受乐园甲生命树的报赏。啊，这是。约翰第7节内面所予咱一个真水的提醒。咱搁看一遍，讲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这教会讲的话。有耳孔的人，有耳孔的人。当然，耳孔毋是咱一直是听觉这个耳孔啦。意思是讲，我若有领受迄个信息的人，你耳孔听有用听，若无呢，用看的嘛是算领受着啊。啊，这个，甲咱英文讲得胜的人，我要互伊食上帝乐园中迄丛活命树的果子。得胜的人，那生命树伫圣经中有真侪教导哦，吼，真有意思。我做点简单的整理啦，吼。活命树是啥物？讲代表领受生命智慧的来源，领受生命智慧的来源。拄则咱读的圣经节是箴言3章13节讲，得到智慧的。得到聪明，即互人有福气；智慧、聪明有福气。然后第18节讲，
对持守伊的人是做活命树，牵条伊的，大家有福气。持守就做活命树，牵条伊的，大家有福气。拄则咱读17节到18节，17节是安怎讲？讲伊的道是安乐，伊的路是平安呐。所以行伫上帝路的人，照主的旨意来得胜的人，会领受活命树的果子。这活命树是得到智慧，是持守伫平安，就得到祝福，然后大家人有福气。活命树什么？是个人生活充满了喜乐，充实喜乐的泉源。所以食生命树的果子是代表进入基督国度的祝福，享受基督掌权上权的快乐。所以用活命树会当成做咱生命中一个安尼足多面性的迄个祝福的代表，迄个恩典的代表，迄个生命的代表，吼。咱若看见生命，即个活命树伊的迄个起源咱知影讲对创世纪的记载来的，吼。爱甸农园中的活命树，创世纪第2章9节讲，耶和华上帝互逐样的树对地面发起来，好看也好食。伫园的中间，阁有活命的树，甲分辨好歹的树。吼，讲你爱甸农园上帝创造的时阵呢，逐项拢真水真好。伫迄个中间呢，有活命树，阁有分别善恶的树。吼，所以得到活命的树，吼，伫经验安尼甲咱教导讲，活命树代表一切会当互人珍惜生命的美啦。吼，咱拄则已经读过一遍，持守智慧。伊讲对持守伊的人是做活命树，牵条伊的就有福气。所以会使讲，这个活命树是上帝应允的一个代表。你有得到，就是一个祝福吼。过来代表义人所结吼的果子，义人所结的果子。箴言11章30节讲，义人所结的果子是活命树，智慧的人得到人的灵魂吼。会当讲义人。遵照上帝的教示来行的，所以兄弟姊妹，你所领受到迄个活命树的果子，你有去领受到迄个掌握到讲，但我爱安怎得到无？既然这个活命树多面性的祝福，你有摕到无啦？约翰讲的讲，你要得到这个活命树果子，咱逐人拢爱去争取，去得到。我看见有迄个企业形象用这活命树做标志就甲伊上顶一丛树做特别。是安怎树遐尼济，爱有活命树咧，当然迄是上帝特别应允的嘛。园中间爱甸农遐尼济树，就是敢若有这个活命树，表示上帝特别应允的。所以有人真侪用迄图片来象征生命树的意义啦安尼真青翠有的树伫咱台湾迄个希诺基的树，有的滚青冬咱有人捌去到司马库斯的，爱去看遐个迄巨木一丛一丛大丛安尼，即款活命树的意象兄弟姊妹，搁另外一出电影，应该咱有捌看过，叫《阿凡达》，有无？《阿凡达》因去到迄个另外一个星球内底迄个所在的人生着甲咱无啥共款，迄纳美人迄青青迄蓝色的安尼毋过你有看到迄个电影内底因迄个星球内底有一个当初一个影像，就是讲因迄个星球内底有迄个灵魂的树，有无？灵树佫会留真侪迄个物件出来就对啦。这是迄个灵魂的树。当然，这是一个电影，这是一个做电影的人拍片的一款的创意啦。但是，毋是安尼空嘴布置的上帝是安怎用生命树，伊无用别项。有迄个专家有迄个环境的专家咧研究这个树到底是安尼，敢若会发叶拍叶开叶，还是甲内底有啥物机制真正有人安尼研究讲阿凡达这灵魂的树有人发现讲，真正生态学家发现讲，甲动物共款，树木会当透过迄个根地下的网络咧沟通
当然这个科技是安怎发展啊，咱是毋知，但是伊意思讲有即款的可能性，迄个树是有灵性的。搁较免讲咱台湾人哦，迄大树拢爱拜，你敢知影？啊，表示讲这个树吼有伊足奇妙的所在，咱咧搁毋捌的啦。但是咱讲这是要互咱加添咱的印象，是安怎？上帝讲活命树，你都要去争取，你要去领受，是因为上帝用活命树，咱看会到迄个树，迄个安尼奇妙的生长啊，寿命遐尼长，把你去找着讲啊，我要得到是对上帝来的活命的树。啊，那最后有一个属灵的启发啦，毋是遮所写的。咱活命树上顶上帝爱电龙园，咱真若看袂到啊！到底活命树伫今仔日生活中间，免得用信仰来表达呢？活命树第2章活命树，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一个属灵的即个连结就对啦吼，一个属灵的启发。先啊，解说讲这会当去领受讲这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活命树就是活命的本源嘛。啊，所以伫启示录的中间，身体身地内面吼，无搁再有分别善恶的树啊，只干那剩生命树。先啊讲，因为分别善恶的树是有表无上帝的生命、俗世知识甲智慧啦。意思讲，迄个分别善恶是咱伫世间俗世内底啊所要伫遐来分别的，但是伫新的天新的地，就是只有迄个生命树、活命树。啊，咱若看见即个哥林多前书1章吼21节安尼写，讲既然世间人袂当靠家己的智慧认捌上帝，靠家己的智慧，你要掌握上帝，拢掌握袂着哦，查这查迄啊，无法通真完整。讲上帝就对伊的智慧欢喜永远所传迄个愚妄的信息来拯救伊，来拯救信伊的人。啊，咱昨对保罗内底讲的遮个话，就是讲有真侪人吼，甲基督徒笑讲啊，恁这信这是信这真啊假？啊，你若看袂着是安尼信。但是保罗讲，我是单纯的相信，因为信我来称义，因为信我知影即个十字架的救恩是真的。啊，所以你若对一寡人咧讲，你甲伊辩吼，哇！愈变吼啊面愈红，因为伊都无去体会到你的信嘛。有时是用见证有无？用咱所行所做知影讲，哇，这个人吼，信互伊改变较侪，这个信有可能有意义哦。我来知影看卖呢哦。所以常常因为咱人的改变生命，改变去影响别人的生命，伊才知影讲你的信是真的嘛。啊，你甲辨别啊，安尼较天花乱坠，伊嘛听无。保罗讲，人的智慧，因为伊所面临的是希腊迄个社会、迄个世界。啊，大家拢足巧啊，智慧口才足好，啊，愈变愈深。但是伊讲，我是用迄个上句，我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伫十字架顶的牺牲，我来得到，比用任何世间的话搁较好。圣经向咱指出，上帝所祝福为永恒的道路是生命树的道路。因为爱德龙迄丛生命树呢，伫亚当夏娃受赶出龙园了，就失落找无啊。因为迄个生命树夏娃因都无迄个福气嘛，受赶出啊嘛。啊，那问题是，咱若照即个线路落去看，上帝先要搁救咱，就是因为搁甲迄丛生命树活转来咱中间，就是咱耶稣基督。上帝原来迄丛。伫爱德龙的生命树，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佮定心，互咱去领受着。所以主为着咱有备第2章的生命树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咱看彼得前书2章24节讲，基督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咱的罪，互咱罪死，义来活。对伊的受伤，恁得到医治。啊，这句话就是活命树的真理嘛。得胜的人要领受到迄个活命树的果子，食迄个活命树的果子。所以咱当讲是属灵的顶面，咱理解讲，即个活命树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迄十字架呢，毋是咱伫树林中，也是伫咱的司马库斯看呢，哇，树丛遐尼大丛啊，迄叶啊遐尼多啦，是因为十字架顶有主耶稣基督的保护。保护代表遐活命的叶啊。耶稣基督保体伫十字架顶受苦，
带来救恩，是比迄张看会到的树延伸搁较快，而且2000担到现今，悠然继续在发展伊的开力。啊，所以受挂伫插头顶吼，咱拄则看的即个伫十字架顶，原来旧的圣经是讲插头顶悬啦，原文就是树啦。吼，讲互顶伫插的顶悬，就是顶伫树顶。耶稣基督就是挂伫即个树的顶悬嘛，所以成做一个新的属灵的救恩的生命树。搁一项，既然会当上定即活命树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搁较重要的是咱领受救赎的恩典，食迄个果子就是领受圣餐。兄弟姊妹，安尼有真奇妙无吼？早前咱失落的爱甸农园的活命树，今仔日透过耶稣基督，互伊重新发出新的活命树。通过兄弟姊妹大家奉主的名自执祭祷所领受的圣餐，就是要食迄个生命的果子。兄弟姊妹，咱是何等的福气，咱会当通过耶稣基督救恩来搁接近即个活命树。咱要通过食圣餐、领圣餐，享受到迄个救恩，是真正你咧食迄个活命的果子。所以圣经所含的应允是讲，因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将来伫新耶路撒冷中间得到生命树的果子，得到永恒的生命。啊，这是咱基督徒对伫这段经文内底啊，约翰有懊恼，有责备，还有提醒，还有互你机会讲，你爱对原来失落的所在、跋倒的所在爬起来，你爱悔改。啊，悔改毋是讲啊，我甲你刑罚，互你安尼变做安尼，毋敢见人，毋是啦，是你重新恢复迄个疼心，你原来有诶，恢复起来，啊，然后领受到即个活命树的果子，享受即个活命树果子，咱已经辨别，咱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顶的救恩，就是领受即个活命树。你领受圣餐，就是象征你有这个福分来得到活命树的果子。愿主将这款的祝福赏赐伫咱兄弟姊妹的身上。伫我若看重讲，这个圣餐啊，毋是一个仪式啦。圣餐是你逐摆在看见讲啊，这个活命的果子，我有爱，我爱得到，我要领受，我要得到救恩。上重要的是讲，兄弟姊妹，伫你家己的信仰，伫你的思考，伫你的家己的灵修中间，常常去提醒讲，主啊，我对原来失落的所在伫倒位，互你搁重新转来。愿主赐予咱福阳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掌握着拥有迄个活命树的果子，迄个果子是甜，啊，搁有快乐的，有活命的，有救恩的，有祝福的。兄弟姊妹，咱要来吟首诗歌，再来做伙祈祷吼。圣诗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